作很瀟灑，聽到這次的覺得幾分話，演戲識作假，化真像個謎，我會發覺太想要嗎？真的扮假的扮那算欺詐，識演戲真心聽歌就長馬，真的落假的論太過動容，你要撐佢，佢信是嗎？真放真意狂叫，假粉雖聽只是悉心裝作不似假，扮晒企動處粉絲繼續竭力捱啦，楚企企都有假單，真似高企人氣，爭握手更好吧，真與假若提問，識得解答真的廣告，竟會包晚餐。演唱的意象很瀟灑，得到寵愛的粉絲在對話，多次真似假，唱得亂嗎？也會撐佢就因了嗎？真的話假的話那算驚怕，識演戲假的你舉牌夠嗎？真的落假的論太過動容，哪個信你？你信是嗎？真粉中有隻歌，假粉只會哭吧，怎麼認真聽你講吧？收費幾百倍啦，以後繼續作假，唱錯兩句都應讚他。真唱總會害怕，假唱中更好吧？真與假又何懼？不需驚怕，高聲只要識嗌嗎？真粉不會做作，假粉總有演技，真假不要通話，真嗌聲先會殺，以後企住算啦，説笑收錢了嗎？真心叫會力竭，高也許有水分，真與假要認罪，怎麼睇法吹水，只要交貨嗎？來，濃